唔使門票就可以睇到 Tyson Yoshi， 仲有其他實力歌手嘅精彩演出，仲有限定嘅紀念品。重點係邀請咗25間非常出名嘅酒吧同調酒師，好難得將咁多高手集中喺同一個地方。創作理念係以福隆新街為主題嘅調酒，每一杯都有澳門福隆新街嘅專屬味道。究竟有冇傳説中講得咁誇張呢？教他。哇！咁多人嘅呢度，梗係啦，澳門最出名嘅美食，大部分喺呢條街都揾得到。你睇下呢間鋪1959年到而家好多年咯。梗係啦，以前呢條街咧好多文人雅士喺度飲酒作樂嘅，知唔知啊？哇！呢間咁多人排隊嘅，不如你試下呢間好唔好啊？佢個招牌係用咗澳門西洋菜物調出嚟嘅 cocktail。唔該晒。呢個全名叫佛手柑洋菜飛司，佢好濃郁嘅佛手柑味，又有西洋菜物嘅微甜，佢成件事又好夾，但又好清爽。呢杯嘢推薦。人哋間嘢叫咩名你又唔講，你推薦乜嘢啫 ？Sorry 咯，間嘢叫 Bar Sandwich 啊。哇！呢個澳門最佳新酒吧，不如試下呢間啊！好啊好啊，試下佢點勁法。不如試下呢杯售罄咗嘅威化餅咖啡 cocktail。哇！唔該晒，個分層效果好靚。呢個係 Aroma 最出名嘅咖啡 cocktail， 佢真係威化餅味嘅咖啡 cocktail 喎。我覺得佢個啡味同酒味嘅調界好適中嘅，唔會搶咗大家嘅味道。估唔到求其試兩間，佢哋嘅調酒技術都咁犀利，我哋唔記得俾錢喎。等陣先，而家澳門中銀同埋大豐咧有滿減優惠啊！真係㗎？咁點算啊？唔係啊，嗰啲消費滿68蚊減10蚊嗰啲咯。總之你嚟呢度記得要用啦，明唔明啊？咁如果澳門中銀同大豐好蝕底咯？唔緊要，只要你有澳門當日嘅船飛同埋跨境巴士嘅實體票尾，你可以直接換一張調酒券。真係㗎？咁咪直接送你杯嘢飲咯？係啊，仲爽啊！如果你消費滿50蚊，記得憑當日嘅實體單據嚟呢度領限定嘅紀念品。消費滿300蚊，仲有專區入場手帶加限定紀念品。手帶有咩用啊？你近距離睇 Tyson Yoshi 咯，仲有好多好勁嘅歌手同 DJ 㗎。5月22號到24號呢3日，如果仲未有節目，記得點讚收藏呢條視頻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澳門免費好玩嘅活動，記得關注我，你一定爽爆！